家知唔知自己住緊咩樓？香港嘅房屋有好多種，如果你住嘅地方有私人會所，出入要拍智能卡，咁你同欣欣一樣住緊私人屋苑。如果你喺新界，層樓得3層高，仲有個小花園，好似嘉熙咁，呢啲就叫村屋啦。咁如果好似子樂咁，層樓成50年歷史，得6層高，但係冇電梯，日日要爬樓梯嘅啦。冇錯，呢啲就係舊市區嘅唐樓。咁邊個要排隊輪候好多年先入到伙？就係心結住嘅公共屋邨公屋啦。記住啊，公屋同居屋都係公營房屋，唔係私人興建嘅。依家香港人面對嘅大難題，除咗私人樓買唔起，仲有公屋排得耐，住得又夠細，大家都要一齊諗計解決公屋嘅發展歷史。等我帶大家坐時光機，睇下以前嘅公屋啦。喺1953年，石屯美木屋區發生咗一場好大嘅火災，好多人冇咗間屋。政府為咗幫佢哋，就起咗第一代公屋，好似美荷樓咁。以前嘅公屋石台尾村得6至7層高，最特別亦都最辛苦嘅係單位入邊係冇廚房、冇廁所同浴室㗎，大家沖涼同埋去廁所都要一齊去共用嘅公共洗手間，係咪想象唔到呢？之後去到60年代嘅北角村，開始有11層高而且有電梯啦。再到80、90年代嘅天耀村，仲高過30層，有埋商場、球場同遊樂場。所以香港公屋嘅發展規律就係樓層越嚟越高，設施越嚟越改善。點樣先可以住得舒舒服服？呢個需要政府同我哋共同承擔責任。第一，衛生要好，要消滅老鼠同蚊子，大家要收好垃圾，仲要清晒啲積水。如果唔係生蚊隻，就會傳播登革熱同日本腦炎噶。呢啲洗街、倒垃圾同滅蚊嘅工作係由邊個部門負責？冇錯，就係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環署。第二，環境要靜，好似美芬咁，聽到出面商店開大喇叭叫大減價，真係頭都大埋。我哋可以要求商戶調低擴音機嘅音量，喺屋企深夜睇電視亦要調低音量，唔好嘈到鄰居。第三，環境要美，屋苑周圍要種多啲花草樹木，因為植物可以美化環境，仲可以阻隔灰塵，令空氣變清新。負責喺公園街邊剪草種花嘅部門就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。咦？咁點解政府成日喺斜坡上面種草同樹木呢？因為植物嘅根可以捉緊泥土，防止山泥傾瀉啊。而負責維修同照顧斜坡安全嘅就係土木工程拓展處啦。記住呢3個部門嘅分工，考試就完全冇難度啦。